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早起，咱做伙来到圣殿来敬拜上帝。咱来串联今日要唱的诗歌，咱来看《信诗》第55首，《信诗》第55首。我信全能上帝，这条咱拢熟悉的，所以咱来吟第1节甲第2节。 上帝，因万罪我天悲，仁爱因更宽并矫正，公义的你天。第2节，我信耶稣基督，甘愿受人罪恶，定是你给黑心罪罪。 仁爱无通切度。咱来看第2首。第2首是《信诗》第165首，《信诗》第165首，圣会道义的地记。咱敢若顶个月有唱过。咱来共款嘛是因第1节甲第2节。 圣会道义的地基是主耶稣基督，对主真道来坚定，黑里因万根高，对天降临修会议，最主心给新娘，因会因。 来买伊，提示伫地面上。第2节，大个受掉受主敬，正做肢体公看，大家尊荣这心机，当信心主来活，道义性命难亲。 信守天的名流，三更毋忘大幸福，所受稳定真样。咱信息的串联到这，咱将咱的手机啊、关机也会调做震动，咱备办心来准备礼拜。 主耶和华，你捌用大权能甲伸出的手创造天地，在地里无一项恶正的事。
阮是啥物，阮百姓是啥物，阮竟然会安尼欢喜奉献啊！因为万美拢对于你来，阮用你的美献互你。圣诗第55首，我信全能上帝。圣诗第55首，我信全能上帝。请起立。请由阮徛伫，同齐来共读新的诫命。请，恁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主比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交读启应文第一篇，伫新信息的后壁面第一面。启应文第一篇，我来启，恁来应。无惊歹人的计谋，无做污蔑人的位。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伊的叶也袂打去。歹人毋是安尼，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牢。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同心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正兄这伫你的面前谦卑拍败，学到你的全知全能。主，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知影阮一切心思意念，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阮要学到你的伟大甲大权能，阮承认阮是有限的人。你的智慧甲能力确实真无限，你的旨意悬过人的意思。主啊，阮承认阮伫言语、行为甲思想顶面，常常得罪着你。阮有济软弱甲过失，求你赦免阮一切不义甲罪过。搁一摆清气阮的心，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坦然无惊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
正经你也愿意接受你的教示，因为你所听的，你的确要教示。阮知影你的教示是为着阮的利益，互阮会当搁较圣洁。求你互阮伫你的手中得到操练，成做合你心意的器皿。听阮的天父，恳求你怜悯阮，帮助阮远离一切试探，赐互阮力量来对抗罪恶。互阮的人生无偏离你的道，恳求你赐互阮平安甲喜乐。无论四周围环境安怎改变，你的平安永远伫阮的心内掌权。主啊，求你帮助正经你今仔日敬拜，专心来仰望你，恳求圣神引带阮的心思意念，互阮的敬拜会当得到你的接纳甲欢喜。愿上帝圣名伫阮的中间得到高举，愿你的旨意成就伫阮每一人的身上。阮的恳求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舞蹈圣歌队要用舞蹈无停来献互上帝，请圣歌队。
求你，予我的一生通奉献，尊主做成。主，我要学乐你无停。圣经，今日圣经记载伫历代志的24章第1节到第5节，以及第8节 A 段、第10节到第13到14节，伫下本的圣经第443面，请听我来读。约阿西做位的时七岁，伫耶路撒冷做王2040年。伊的老母名叫西比亚，是伯属巴人。这时耶和亚大伫第日，约阿西行耶和华所看做好的事。耶和亚大甲伊娶2个某，伊生囝查某囝。后来约阿西有意思要修理耶和华的殿，就调集祭司甲利未人，甲因讲：你着去犹大遐城，对以色列众人对云，通逐年修理恁的上帝殿，恁着赶紧办理这个事。总是利未人无赶紧。第8节，对安尼，王出命令。因就做一个柜，下伫耶和华的殿的门外。第10节，众首领甲众百姓拢欢喜，带来下伫柜里，到原本。第13节，做工的人做因的工，迄个工就明白，修理上帝殿照旧的款，阁互伊真坚固。已经完工，因就带所剩的云到王甲耶和亚大面前，用伊来做器具，做耶和华殿的路用，就是互祭的器具来献烧祭，搁做瓷甲金银的器具。圣经读到遮，进度奉献的体感温度，时间交予姊妹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救赎，互阮的一生会当来学乐你。主恳求主你圣神帮助阮，借着今仔日的礼拜，互阮的心智顺谈你，互阮甘心乐意，将阮的心甲阮的双手，互主来用。主，阮的疼痛若无够野，恳求主你来帮衬，用我的一生来学乐你，是阮对你的心志。愿咱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我想，今仔时大家一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看到咱若看人安尼看到人吼，第一句话可能拢会讲，吼有够热的，即个天吼实在有够热的啦吼。然后知影这个秋老虎发威吼，秋老虎发威真的是足强国民吼，互大家强要热甲挡袂牢。毋知大家伫厝里的冷气，若是有冷气，我知影有人无冷气吼。啊，你厝里若有冷气，我毋知你的冷气拢开到几度。即几年政府有在推动要节能减碳，冷气的温度咧，建议大家拢开到26度。到28度，即个中间，总是即个建议有引起侪人的讨论。有的人感觉真无法度通想象，讲26度到28度，啊，不如莫开，无差嘛，完足热的吼，根本就无效，完全无迄落清凉舒爽的迄种感觉。无需要发现伫教会内面，若较惊冷的。就会你会经迄个座位吼，是离迄个风口冷气出风口较远的所在。啊，若较惊热的吼，就爱经迄个风口，甚至有的人搁爱架电风。像一早起咱
咱个师会，幼师就讲，这个冷气哦，伊迄台冷气吼，看会当迄个风口稍微调整一下，无安尼对咧吹吼，对咧吹吼，伊讲哦，伤过寒挡袂牢安尼，吼，总是所以就是讲，每一个人对温度的迄种的感受拢无共，爱陪伴一个，互所有的人拢感觉真舒适的迄个温度，实在无简单。因为咱逐人对于环境的体感温度拢无相像。伫今仔日的经文，咱会当看到有两组的人，因对奉献的体感温度也无共款。一边是代表犹太政治的君王，另外一边是代表宗教的祭司甲利未人。这两组人对伫奉献的体感温度无共款。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文，所有安尼来看，就是讲有一位君王约阿斯，约阿斯伊吩咐祭司利未人，着及时为着圣殿的整修来款钱啊。爱整修着爱有钱嘛，吼，讲啊圣殿吼有所在要整修紧，恁去用百姓来款钱，就是爱用百姓来收所规定的税金，就是。抽税金安尼，总是利未人无随时办理，因无任何的行动。犹大王约阿斯等袂赴，就想等，你拢奈无顶无动，伊就调见祭司耶和亚大，问伊到底问题是出伫倒位。首先呢，牧师就来介绍约阿斯甲耶和亚大这两位人物。约阿斯这位君王，伊虽然是君王，总是伊毋是伊出世的时阵，并毋是一个真好的环境，毋是一个真好的时阵。伊拄出世无偌久，伊的老爸也是王嘛吼，伊的老爸就过身，伊的祖妈、老爸的老母，台语讲祖妈嘛吼，太后啦吼，就是太后。这个太后呢，就趁机会抢夺治理国家的这个权利，将所有会当继承王位的所有的人，拢全部拢杀死。迄时，其中有一位王位继承人，就是约阿斯。约阿斯迄当初伊拄出世无偌久，还袂长年，伊的阿哥就对迄场真恐怖、充满死亡暴力的现场，将约阿斯偷抱出来。静静下伫圣殿的一间房间，免受杀害。这位幼囝约阿斯的阿哥甲伊的姑丈，就是耶和亚大，就安尼静静养饲照顾这位还袂长龄的约阿斯，安尼一过就6年就过去。这位幼囝，这个王约阿斯，因为伊的阿哥甲姑丈的固守，才会通顺利成长。约阿斯7岁迄年，接到伊的姑丈，就是祭司耶和亚大的灵卡甲智慧，将迄个太后的势力全部拢废除，将王位重新阁抢倒转来。到约阿斯7岁迄年，伊会当正式来登基做王。今仔日的这段经文第20有讲，耶和亚大的祭司伫伊要伫地的时阵，要活地的时阵，约阿斯伊行耶和华所看做是好的事。即句话真趣味，意思是讲耶和亚大若死去的时阵，约阿斯可能就无行耶和华所看做是好的事。第30，今仔日的第30，佫讲耶和亚大甲约阿斯娶2个某。约阿斯这位王，伊的某。连伊的某也是耶和亚大甲伊娶、甲伊拣的，所以对这个记载吼，咱会当感受到约阿斯甲耶和亚大的中间有存在一种真奇妙的关系。约阿斯这位君王对幼囝到成长会当独当一面，伫遮尔久长的过程的中间，圣经的记载拢在表明。约阿斯哦，伊早就想要脱离耶和亚大的辅导，伊感觉家己已经有能力
会当独当一面，有能力会当做王啊！你莫阁啰嗦啊！你讲的我知影，我知影，我拢知影。你莫阁讲啊，有够烦的。伊毋免也好也歹，安尼三不五时啊，一直甲伊提醒。所以呢，约阿斯就伫家己感觉已经会当证明家己是王的迄个能力的时阵，伊就讲第40、第50。这个后来吼，第40的后来就是约阿斯感觉，时间透动啊，时机成熟。约阿斯有意思要修理耶和华的殿，伊就调集祭司甲利未人，甲因讲，恁着去犹大逐个城，对以色列众人对金，就是收税金。通逐年修理恁的上帝殿，恁着赶紧办理遮个事。总是利未人无赶紧，照讲利未人应该搁较赶紧才对啊！圣殿的整修敢有重要？真重要。如果亲像即个时阵冷气若歹去，像进前有一站咱教会冷气毋是歹去啦，就是有一些故障。迄只是电梯故障要安怎？有要紧无？冷气歹去有要紧无？有要紧，电梯歹去有要紧无？嘛真要紧，着赶紧叫人来修理。约阿斯有抓到重点，伊也吩咐祭司利未人着赶紧去百姓抽税金修理圣殿。总是遐祭司利未人是安怎无赶紧办理？哪会安尼遮尔啊落差？无赶紧去办嘞？圣殿的整修真重要，也真着急。问题就在伫收奉献的方式。约阿斯伊是用强制征收抽税嘛，年满20岁以上，每个人要抽税金。约阿斯他是用强制征收的方式，每一个人无论你是善车还是富污。只要你年满20岁，你就要交出所定着的金额。这种强制征收的方式，利未人无同意，所以利未人拢无在叮当。我举一个例，譬如讲咱礼拜堂门口，我毋知大家有印象无，还是有发现无？逐摆进入到伫礼拜堂的门骹口有一徛奉献柜。虽然咱即马教会较无得用迄个奉献柜啦意思是讲咱建成教会若有规定，每一个人逐摆来做礼拜，恁就爱先2、3千块奉献落去，你才会当进入到伫礼拜堂来做礼拜。即款的规定，大家有赞成无？有的人感觉安尼阁袂歹啊，因为我平常时奉献着毋拿3千块啊，安尼阁较俗呢有的人感觉讲安尼毋好，教会是咧抢钱你是无钱咧抢钱牧师捌听一间教会为着建堂的需要，教会咧呼吁爱会众毋拿奉献1/10。不止11奉献，阁爱到3/10，因在建堂的去礼拜堂的时阵，捌听过有的教会爱规定，你若要受选，成做教会长职，就一定爱奉献到某一个水准、某一个程度，你才有资格通受选。我毋知大家对这种的做法感觉安怎？赞成的人可能会感觉讲，教会长职伫某一个程度来讲是教会的领袖，是教会的头人。既然是领袖，就要诚做典范，就要伫逐方面，无论是出钱还是出力，拢爱伫逐方面来做典范，才有资格做头人、做领袖。亲像咱在公司伫公司上班嘛是安尼啊。你若是业绩较好，或者是考绩比较优，安怎？你就有提升，你就有升官的机会嘛。
啊，你讲话嘛会当较大声，对无？啊，另外也有人会感觉讲，设施用无安尼限制，无安尼规定，用自由奉献的方式，结果有可能大家就是安尼愈来愈去啦。即个代志吼，就踢皮球，大家互踢皮球安尼，甚至会造成无法度挽回的滑坡理论。好，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其实敢若听起来拢有伊的道理。虽然每一个人对伫强制奉献的即种的体感温度无共，但是呢，赞成强制奉献的人，基本上是看到人性的软弱，想讲至少借着强制奉献吼，会当互信徒对伫上帝恩典有所表示啊。到时在和上帝面对面的时阵，也袂感觉见笑，讲啊，上帝互我恩典遮尔多吼，总是我摕钱要奉献，拢摕袂出手呢，摕袂出来呢。所以伫旧约的时阵，有侪侪经文拢有讲到类似1/10奉献的观念。总是反对强制奉献的人，就是赞成自由奉献的人。因是感觉讲，上帝恩典甲慈爱已经彰显伫逐世代，彰显伫逐世代所有上帝子民的身上。咱看旧约时代对出埃及，直到进入应允的所在，然后建立国家，受到外邦万国万民的尊重，到伫最后甚至是收掠，结果嘛倒转来。上帝伫即个过程遮尔久长的过程的中间，对伊所听、所竞选的百姓，不厌其烦，安尼一直在引带，一直在安慰，一直在鼓励。对遮的一切，遮的赞成自由奉献的人，想讲大家一定对安尼就会主动欢喜奉献。所以这时利未人因反对约阿斯用强迫的方式，因较赞成用自由奉献的方式来办理遮的代志。伫新约时代，搁较免讲，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救赎的恩典，互咱伫团契生活中间不断透过读经、祈祷、见证，各种各外的上帝伫咱生命的作为，因带陪伴咱行过死荫的山谷，保守看顾咱搬过人生的风影。对遮的种种的一切，借着咱对耶稣基督的信靠，借着所有那分彩的见证，咱也应当自然而然、甘心乐意来奉献，毋是出伫勉强，搁较毋免规定一定就爱安怎。奉献的意义在伫咱对上帝恩典的回应。咱常常在讲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如果咱确信，咱所有的一切，拢是对上帝的赏赐甲恩典，就一定会甘心乐意来奉献。奉献是出对信心的回应，毋是在交换条件。什么叫交换条件？有一句俗语讲：无事献殷勤，好，非奸即盗。好，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有时咱的囝是吼，无事献殷勤的时阵，虽然伊毋是非奸即盗啦，总是咱的囝是无代无志吼，甲爸母塞奶啊，献殷勤啊。爸母想来想讲，好啦，你心内到底你要啥啦？你讲啦，吼，你要啥？我若会当，我就互你啦。吼，无事献殷勤，总是等囝时渐渐大汉的时阵，当伊会当独立，有家己有收入的时阵，囝时要买互爸母的物件，要请爸母食一个饭咧。无说讲正常啦，吼，正常的家庭啦。拢是对爸母安尼一生养饲长大一种真正常的回应，毋是为着财产，吼，是伊甘心乐意安尼回应伊爸母一生对伊的照顾。咱甲上帝，咱对上帝奉献，就是出于即种甘心乐意
回应上帝伫咱心中遮尔多的疼痛甲恩典，敢毋是吗？咱搁倒转来看圣经，约阿斯即个王呢，就看这些利未人拢无伫办理，伊实在足无奈的，因为其实伊无想要搁找耶和亚大来参详即项代志，总是咧到即个程度无法度啊，无较怎，伊就搁调见耶和亚大来参详即项代志。啊，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吼？应该安怎来调整吼？你看你的看法安怎搁安怎？最后呢，约阿斯同意这些利未人自由奉献的做法。对安尼，伊接下令就是今仔日的经文第8节。对安尼，就是对遮的过程，王就出命令，因就做一个柜，下伫耶和华殿的门外。第10节，正首领甲正百姓拢欢喜，将献群带来，遐伫规年到圆满。做工的人拢认真做因的工，迄个工程就顺利完成。上帝殿修理甲正前共款，真坚固。已经完工，因就带所剩的群到王甲耶和亚大的面前，用遮的钱来制作器具，做耶和华殿的路用，搁做汤匙甲一切金银的器具。当这些利未人将空的奉献柜放伫圣殿的门口，互所有人去自由奉献，无啥物规定，无规定一定爱下偌济，你着做恁自由奉献，甘心乐意奉献。只是所有人伊拢欢欢喜喜，将因的奉献投入奉献柜，投入的金钱真多啊！今仔日经文无记载，总是伫同款即段的圣经内面的第11节有讲，逐工啊，每一工遐管理库房的服侍同工，拢会将遐填甲满满的奉献柜倒出来，遐钱拢倒出来，倒互伊空，然后再搁将空的奉献柜搁放倒转去，逐工拢是安尼。逐工迄个奉献柜拢满，即款出自信心的自由奉献的结果，通证明，无有人安尼愈来愈去，没有人找理由啊，没有任何人有那种投机取巧的心态。什么叫投机取巧咧？有的人就想讲啊，凡是有人奉献嘛，无差我一个啊，逐工的奉献拢满吼，安尼嘛。毋免啦，有人奉献就好啊。想到这，顺着这牧师举一个例，进前伫个舞会的时阵，因为圣乐队逐届到伫圣诞，要到圣诞节的时阵，拢爱锻炼，搁较侪圣诞学乐的诗歌，啊，拢会加班，吼，拢会加班锻炼。啊，有一个兄弟吼，伊着安尼，有时啊，伊着安尼行过圣乐队咧锻炼的时阵，伊就安尼行过讲：你若有迄落无够的时阵吼，我才来奉献啦。你若无够的时阵，我才来奉献。啊，阮就想讲，等你可能无互你有即个机会啦。上帝恩典教养阮用，阮若有欠上帝自然会补足我们的欠缺。啊，毋免你安尼加补，就是即种奉献的态度实在是真错误。啥物叫做等到你有欠的时阵，我才来奉献？你若有心要奉献，无论是有欠还是无欠，你着做你去奉献。就亲像我牧师拄则所讲的，咱要请爸母食一顿饭，爸母是欠你请食饭晓，爸母是无钱欠你食一顿饭晓，无嘛？这是咱的心意，所以，遮个利未人将空的奉献柜放伫遐，互大家拢自由奉献的时阵，大家拢真主动、真欢喜回应上帝恩典，愿意为着圣殿付出因所有的。对安尼，工人温困做工，毋若工程顺利完成，阁有剩哦。
通做阁有村，阁会当做圣殿，这献祭礼仪所有的需要。咱教会仪常是万民该祭祀，这个仪常，咱一直拢是这个仪常。这个仪常也是宗教甲个神学家马丁路德的呼吁。每一个圣徒拢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每一位圣徒拢应该是祭司甲利未人。为着咱会当搁较顺利进行各种的事工，就必须伫教会设立长老甲执事。长老教会长老执事的选举甲设立，是根据圣经的教导。伫旧约，摩西有竞选一寡敬畏上帝、诚实无虚假、怨恨不羁的人，设立因做百姓的时代，有的管理1000人，有的管理100人，有的管50人，有的管10人。摩西设立因来协助伊管理以色列百姓。伫新约时代也是同款。新约时代初代教会有同款的做法，除了有设立长老来协助牧者来治理教会，也设立执事来协助牧师、长老来办理教会一切的事务。搁一个月就是后个月10月6号，10月6号咱建成要进行中级改选。今年咱执事的选举较无共款，较无相像。选举要用推荐制，用推荐的方式。会用推荐的方式有3个理由，基本上有3个理由，就是教会的传承、事工发展的需要，甲这位推荐的执事伊的家庭敢有支持伊做上帝的工。总不能因为服事闹家庭革命吧？吼，这个推荐名单呢很小，看不清楚，没关系，就是故意让你们看不清楚的。这份推荐名单在这个礼拜6，伫这礼拜6小会的时阵要来讨论做最后的决定。这个名单咱到小会已经讨论半年久啊。已经讨论有半年久啊，意思是讲，我们很慎重地在讨论这份名单。这礼拜6会确定，并且呢，伫礼拜时阵会公布，我们会公布，好，到时候大家就拭目以待。伫名单的顶面，我想虽然有较细，总是咱看到有彩色的，彩色的部分就是推荐名单因的相片。因为惊讲吼，咱即马有2堂礼拜嘛，吼，彼此可能毋是真熟，名甲人可能斗袂着，安尼，所以呢，推荐的名单有相片。总是在推荐名单以下呢，嘛有其他的名单。其他的名单是啥物意思呢？伊照咱教会的法规，长老教会的法规，既若是有资格通受选的。拢一定会伫即个名单内面，总是顶面迄部分是小会特别推荐的名单。伫教会法规哦，小会当推荐超过所应当着选出的名额。意思是讲，咱今年要选出12位执事，总是咱小会推荐一定爱超过12位执事。意思是。就算讲伫推荐的名单内面，也有可能会安怎，也可能落选。那即使没有在推荐的名单里面的，也可能会当选。每一个人对奉献的体感温度无同，对伫中级的选举也是同款。有人真迫切，家己会当选调，感觉这是教会。对家己的肯定，那真正选调，就有人会感觉讲啊，搁较需要搁较侪来装备家己，催逼家己伫信用顶面会当搁较成熟。当然也有一寡人会感觉无代志，莫找代志。
不要自己找事做，吼，比较消极。当然，也有一寡人会真惊，互选掉的，唔通甲我选，心内去祈祷上帝啊，唔通哦，因真惊家己无法度承受迄种责任甲压力。逐摆的中级选举，拢是咱即个信仰团体的一个试炼。咱是毋是会当伫心灵诚实的祈祷中，选出合伫上帝心意的人？咱是毋是会当伫当选的时阵，搁较谦卑，并且催逼家己搁较认真读经、祈祷、亲近上帝？若是无互选调，犹原搁会当心存感恩，诚心顺服上帝的主权，相信上帝伫你的身上确实有伊另外的安排甲计划。无论家己是毋是有当选，或者是家己支持的人是毋是有当选，咱逐人对伫选举的体感温度拢无共款。求主保守咱有一个自由奉献的心智，迄个自由是在伫性情运行的自由，是在伫耶稣基督的自由，是在伫顺服上帝主权下面的自由。愿迄个伫基督内面的自由，通互咱无论选举的结果是安怎，拢愿意欢喜顺坦，照主的安排。愿咱的生命伫不断自由奉献的过程中，亲像约阿斯所经手的迄个圣殿共款，会当保持亲像起初共款的坚固。若坚固，还阁有剩，会当去照顾别人的需要。亲像耶稣所讲：“恁若三听，众人就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满满的恩典，因为主耶稣的牺牲，互阮通对人骄傲自私的黑暗深渊，受接纳进入主你光明的国度，也互阮有机会诚心实意敬拜，奉献阮的金钱甲财情，甲你同工，去做阮即个有你的神踮伫阮内面的即个圣殿。愿阮即个圣殿受起造整修的即个过程，拢是在伫主你的话语，在伫主你的意思，毋是在伫人的意思。愿主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回应诗信息第165首，信会道义的地基。会众请起立。信会道义的地基，是主耶稣基督，对主之道来建立，设立灵魂天国，对地当领袖会议，最初先的心流，因会因听来
请坐。奉献，请书汉的同工。会众请起立。请坐。公道，公道的事项记载伫旧报顶面，请为着第一项，愿赐五望的主，因为阮对伊的信心满有喜乐平安，甘心乐意奉献家己的金钱甲财情。第二点为遗体。有陈王兰、洪前之、陈德明、刘秋敏、庄宝玉、陈丽水、林双耀、赖清光、刘淑珍、谢丽慧、吴艺梅、杜昭、陈秀荣、许章美、黄世琪、萧淑女、林以诺、刘慧忠、李碧莲、张宏龙、李雅娜、陈怡君、杨志坚、林文成、于中奇、陈义利、沈淑慧。第三点，为着银法族的好处灭学员以及所有的同工心灵勇健，满有喜乐甲平安。第四点，为10月6号的中职改选，愿主保守阮会当选出合意心意的中职，借着信心顺服选举的结果。同心来祈祷。主啊，
阮感谢你，因为你是赐愿望的主。阮从教会中身体欠安、端软正的兄弟，恭敬的交伫你的手中，恳求上帝看顾医治，无论是身体、精神，还是生活顶面的需要，你拢甲因送到伫地，互因每一日拢经历着上帝恩典。主啊，阮也为着社区引法主的事工，甲所有同工来祈祷，愿上帝听常常伫伊的中间。愿教会因为这个事工，诚做这个社区的光甲盐，有好的感情，会当荣耀上帝的名，互参与当中的人拢充满你手术的平安甲喜乐。主啊，我们将10月6号中期的改选，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帮助阮伫即摆的选举会当选出下主心意的种子，带领阮教会未来，也帮助阮众人倚靠主所赐的信心来接受以及顺服选举的结果。这是阮要做伙用主所教示阮的主祷文，同心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抵带阮入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报告，请各位兄弟来看周报教会消息。第一点，9月14号拜六下晡4点召开小会，请小会员注意。第一点，后一个主日9月15号是总会所定圣经学院奉献主日，请为德性办理活动等等的需要来关心代祷。第三点，下主日下晡4点伫教会1楼举办中秋节的项目迄时请已经完成报名兄弟照着关怀部的分组名单来坐倒，并且提早来教会备办。第四点，教会奖学金接受申请伫本主日为止，要伫9月22号颁发。奖学金颁发的规定，请看公布栏。请主日校长甲青少期辅导伫下主日将名单甲分数交予教育部丽娟长老。第5点，10月27号是本堂所定音乐见证福音主日，由这个建行乐团负责，邀请教会兄弟同齐来见证分享主的恩典。请把握一年一届伫圣会中为主做见证的机会，每一位7分到10分钟，只有3名的扩大所以请伫9月22号进前无需报名。第6点，请各团契会长伫9月22号进前交第4期的复赛排班，也是聚会主题，互干事整理，以利完成第4期的记表。团契消息1点，9月28号到29号，圣歌队要举办圣约报道，要到新德新丰教会进行音乐的短线。教界消息第1点，9月15号拜二下晡3点，七星中会举行徐仁全传道师、丰利牧师以及就任台北公馆教会第50牧师受祭感恩礼拜。第2点嘛是同款，29号下晡3点，徐雅婷牧师要就任古亭教会第4任的牧师受祭感恩礼拜。以上
奉献民事若是有错误漏交的，请干事来订正。上营信息第511首，乌鲁天顶主宰，因时煞请牧师接导，请起立。上帝话当用伊伫咱中间的运行的大能力，包括咱一切所求所想来成就一切。愿权能荣光归伫耶稣基督，接续伊的教会，代代无尽。阿门。阿门。会众请坐。好，请坐。白岛避讳，